新北市幼稚园市爱困药仔的事件，第二批药液检验的结果出来了，27个有26个是阴性，也有一个还在检验。啊，讲目前有35个家长想要互囡仔验痰毛。透早有许报道，真侪记者咧等，因为机器各种去签到第二批新北囡仔验到的结果已经出来啊。 12位啊，这个巴比妥的测试测试结果全部都是阴性的哈，没有所谓的这个毒物的反应。第二批拢是阴性，7、8、9、13，总共有27个囡仔去部立的台北病院验尿。头一批14个人拢是阴性，第二批12个人，其中包括4个是同属幼稚园的囡仔，嘛拢是阴性。剩一个人，进了一天才去检验，结果都要搁等2天。 现在的数据就是说，在体内这个部分检测都是阴性的，它的半衰期，或是说它已经在体内代谢或是说已经排泄掉了哈。14号家长去报案，一直到现在30天了，都是阴性。坦白讲，我没有评论，我只认为现在其实验血到底能不能验出什么，坦白讲，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。 讲这个结果拢是阴性，伊无意外。不过这摆验着阴性的同属幼稚园的囡仔，进前无验血，也就是讲，甲被验出有微量巴比妥的囡仔名单无中风。有意愿裁剪毛发的检测家长有35位，我们正式行文给我们的这个检察官，请他来采验毛发。 目前地检署尚无收到22位家长提出告诉，马上验12份魔法的检体，到底敢有用药啊？都要等司法来调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